来看花莲的马太安溪崩山湖水涨起来，土水是冲到江河乡。早起上新的统计，已经造成14个人死亡，有31人失联。消防人员嘛，佮继续在抢救，嘛出动搜救犬在找人。今仔早起，特殊队伍救出一对已经掉伫厝林3工的翁仔某，当地辅助家嘛救出一个6岁查某囡仔。伊讲厝林各有2个人，伊的客阿哥已经不幸过往，即马是搁在找因故障。 救援人员爬起伫坪仔顶，伫真远的所在，甲一对翁仔某救落来。虽然真危险，搜救嘛无停落来，爱甲时间找烧热。将人斗光伫真下所在，甲居民救出来。搜救队深入灾区，挨中背破细囡仔爬过障碍，协助居民脱困。 大东村6岁查某囡仔小怡，捌找无人，失联超过1天。经搜救队员甲铁厝顶切开，都听到小怡回应，顺利第2时找到，也互真着急的家属当场欢喜甲哭出来。甲伊做伙伫厝内的客阿哥煞不幸死亡，不过客工厂还搁咧找找。等一下，你们没有灯，等下会受伤。最后第3天，消防署的特殊队甲湘北宜兰高雄台东等10县市消防拢动员支援花莲灾区，嘛动员搜救犬要赶紧找到失联的民众。 有动员无人机，还有搜救犬及人员装备器材，进行相关地点的失联人员的受困，还有受困人员的搜索跟救援。搜救难度不只大，若入面救援，空勤直升机嘛伫悬的所在探查，海巡同步投入应变。不过灾区真个所在拢悬悬，救援人员只好靠行路入去救人。江河乡伤亡严重，搜救队伍无放弃，持续伫灾区敲找，未帮黄金的救援时间。记者采访报道。